平時每一日咧翻工咧，我喺呢度咧就可以做晒我所有化妝啊、清潔啊嘅嘢，因為其實呢個洗手盆都好大啦。咁我吹頭嘅用品啊，全部擠晒喺度啊。你知道女仔咧都好多啲林林滲滲嘅護膚品、化妝品啊。咁啊，其實一個櫃咧，我就可以收納晒我所有嘅護膚品啦、面膜啦，咁啊好方便喺度啦。咁另外呢一邊咧，就係講緊我擠啲化妝品用具啊。其實你見到擠咗好多，以前係一個個盒仔咧，好亂糟糟嘅。其實每一個盒攞出嚟用咧，我都好唔方便嘅。咁而家呢一個咧，就令到我方便咗，我打開個櫃，一路化妝一路護膚，咁啊已經可以做晒我所有嘅嘢噶啦。咁下面都有啲收納空間啦，都比較大噶。我就算洗衣機需要用嘅清潔劑啊，都可以喺晒度，可以全部擠到晒啦。浴室咧非常之好嘅，咁因為其實咧當沖一涼嘅時候咧，可能屋企有其他家庭成員咧，我需要去用廁所咧，完全毫無打擾，毫無障礙。咁啊浴室呢一度咧入到嚟咧好簡單，呢一個咧我係最中意嘅其中一個項目之一，因為香港地方細咧，其實我哋就冇位晾衫，冇話陽台嗰啲嘅。咁呢一個我哋每一次咧，我有時洗完衫我直接晾喺度，開嗰個乾燥式咧，佢3個鐘頭其實基本上乾晒啲衫，就可以好方便我生活咯。咁另外咧到洗澡呢度啦。咁其實好方便，有時咧，即係頭先我都講啦，我翻工其實好忙好攰，有時懶起上嚟咧，真係可以坐喺度咧，慢慢享受呢個淋浴，就即係兩隻手咧放開雙手，唔需要辛苦咁啊，可以即係舒舒服服咁洗個澡啦。咁當有時間嘅時候浸浴咧，其實係十分之好嘅，因為呢一個咧係一個有點講咧，可以做一個磁力咧，我就買咗一啲咁嘅配件啦，可以平時咧 iPad 啊各樣嘢，我就擠我個 iPad 喺度，一路睇戲一路浸浴。咁啊浸浴咧，仲有一個好好嘅功能咧，有時就係做得多電腦啦。嗰啲我頸緊個痛咧，咁佢就有個肩湯咧，好舒服㗎。譬如我哋咁樣瞓喺度望住睇套戲，咁啊一路喺度浸浴做個肩湯，咁就已經係可以消除疲勞。咁啊，仲有一樣嘢咧，香港人生活好忙啦，又要翻工啦。其實呢一個浴室好得意嘅，我都比較驚訝嘅，因為用完之後咧，只要我開個吹風咧，其實佢好快已經乾晒，就冇話嗰啲發霉啊、有水漬嘅問題。因為其實今朝早我用完嗰個浴室啦，其實講緊係2個鐘頭，地板係乾爽嘅，完全乾爽嘅，係冇水嘅，係慳翻好多打理時間。呢個真係好推介。真係你清潔嘅時間，連我個工人姐姐都好開心，因為佢都少咗嗰啲又要邊要擦啊、發毛啊，冇咗呢啲問題咯。咁係十分之方便。咁啊一整體嘅，我晾緊衫嘅時候閂埋門，亦都美觀咯。有時有客人嚟到唔使咁尷尬，晾晒啲衫出嚟咯。